OPPO 首款靈感摺痕大摺 Find Analog 香港賣價12999，哈蘇2億相機加6000 mAh 巨電。摺疊手機已經出咗好幾代，但係好多人最介意嘅依然係嗰條礙眼嘅摺痕。喺3月20號，OPPO 正式喺香港發布咗最新嘅旗艦大摺 Find Analog。今次佢哋放咗個大絕，首次採用全球首創嘅靈感摺痕技術，聲稱就算再摺60萬次都可以保持平整，而且仲有超薄機身、6000 mAh 巨電同埋哈蘇2億像素大師級相機。即刻同大家一齊睇清楚呢一部賣12999嘅旗艦摺機有咩賣點啦！首先講下大家最關心嘅屏幕 ，OPPO Find Nano 主打零觸感摺痕技術。為咗做到呢一點 ，OPPO 推出咗第二代嘅鈦合金柔性鉸鏈，並且用咗業界首創嘅 3D 液態列印技術。簡單啲嚟講，就係用高精度嘅鐳射掃描微小不平整嘅地方，再用 3D 列印技術將光敏聚合物填滿縫隙，將鉸鏈高度偏差降到去0.05毫米。加上採用自動平滑柔性玻璃，咁就令到抗變形能力提高咗338%，能夠大幅度咁減少長期使用所產生嘅皺紋。呢一部機仲攞到 TÜV 萊茵最小化摺痕認證，以及驚人嘅100萬次摺疊循環認證，耐用度非常有保證。雖然係一部大摺，但係 Find Nano 佢嘅機身設計極之輕薄，便攜性甚至乎可以媲美傳統嘅直板旗艦。打開之後，內屏足足有8.12寸嘅 AMOLED 大 mon， 而外屏就有6.62寸。兩塊螢幕嘅峰值亮度都高達1800 nits， 並且支援1 nits 極低亮度同1260 Hz 高頻 PWM 調光，非常護眼。機身有深空鈦同盛放橙兩款顏色選擇。最把炮嘅係佢具備 IP56、IP58 同 IP59 防塵防水認證。硬件方面 ，Find Nano 絕對係頂級配置，搭載最新嘅 S81 Gen 5處理器，配備16GB RAM 同512GB ROM。最誇張嘅係喺咁薄嘅機身入面，竟然塞入咗一粒高達6000 mAh 嘅 OPPO 直碳電池，支援80W 有線同50W 無線 Super RAW 超級閃充。Find Nano 首次搭載 1.8 光圈嘅2億像素哈蘇超清主相機，另外配備 2.0 光圈嘅5000萬像素超廣角鏡，同埋 2.7 光圈嘅5000萬像素潛望式長焦鏡頭。3粒後置相機都支援 4K 影像拍攝，主相機更加支援 4K 120fps 杜比視野影片，甚至支援專業嘅 Lock 視訊格式。前置鏡頭方面係5000萬像素嘅人像鏡頭。系統方面預載專為摺疊螢幕優化嘅 Color OS 16，新加入嘅自由流動窗口功能，最多可以同時開4個 App。另外仲有一系列嘅 AI 功能，例如 AI 心智空間、AI 錄音，能夠將草稿轉成表格嘅 AI 圖表，以及將草圖變成藝術品嘅 AI 影像等等。加上 O+ Connect 可以同 Mac 或者係 Windows PC 無縫傳輸檔案同埋螢幕鏡像。